好来，乡亲继续来看这个彰化县，今仔日有28例确诊的病例，到现报为止，彰化县总共有50例确诊的病例。啊，这50个人当中，有7例是甲去网咖卖葡萄确诊的水果商做伙到全国内行这个内园饭店来食喜宴的接触者。因食完喜酒了后，搁到社区的歌唱班唱歌破麻雀，所以搁传予其他的这个学员。啊，彰化有一个女保险员，就是甲为着病毒的这个葡萄农，到这个饭店食喜宴的时阵，坐伫个港道去为着病毒。讲这个女保险员伫个确诊之前有去洗头，迄位帮伊洗头的女发型师嘛确诊了。这个发型师的老爸真愤慨。讲当时，这个女保险员一直扫，嘛无挂喙罨，因就甲问讲，是毋是有甲卖葡萄的水果商做伙去食结婚道咧？伊竟然讲应讲无，这个爸爸真生气，骂讲这实在是真恶质。全国内行5月7日一场喜宴所变成病毒传播的关键。5月16头一波检验出来啊，甲葡萄农共度确诊有3个人。其中一人是女性的保险员，这个女保险员5月14要去洗头，结果甲洗头的设计师嘛确诊。这几天有开做伙，有接触到，安就对啦。伊个人冇讲无啦。设计师的老爸讲，当时这个女保险员会扫，佫无挂喙罨，无甲讲伊捌甲这个葡萄农共度食饭的代志。后个是前两个是无伊无安怎啦，无挂喙罨，佫干嘛甲阮某开讲啊？设计师老爸更加不满的是，这个保险员有镜头，佮拍走，保险公司雇在这个保险员伫抢保单。今嘛设计师的家族总共有16个人，拢被隔离嘛，无法度上班。这以前做，我来做啦，这是恶质啦。设计师老爸有够生气，讲要告保险公司，即马就要等卫生局去调查，到底这个确诊的女保险员去洗头的时，敢知影讲伫内行饭店共度食饭，这个葡萄农已经确诊啊。当时敢会被列为采检，若是暗砍疫情，佮拍走卖保险，可能对家开罚单。